我對於毓民、大嚿同埋梁國雄長毛在中環嘅香港立法會進行拉布戰超過33個鐘按小弟嘅分析主要係同出一竅，就阻止惡法通過，反對議員辭職之後再次進行參選補選而浪費香港公帑。講真嗰句，在外國或者接近台灣都有這樣嘅選舉法例，不過不是辭職之後再參選，而是辭職之後在未來過去1-2年在社會嘅地區工作，包括重新組黨與其他各反對派、建制派重新妥協合作，而所謂嘅政治活動，然後再以個人名義或者以別人黨派名義聯合一齊參選。呢個補選如若然在外國嘅話除非有幾個例子係先進行補選：第一，政治流產；第二，選舉不公；第三，最重要就係若然個社會出現動盪，包括外國勢力入侵、社會內戰，先進行全民補選啫。所以我本人認為呢啲毓民係技術上犯一些少錯誤，就係應該點啊？如果真係要進行全民補選嘅話毓民首先同佢哋嘅黨友應該就實行集體引咎辭職，在呢次拉布戰上向社會道歉。同其次，未來嘅新區議會選舉，毓民同埋佢嘅黨員，包括長毛、大牛，可以過咗冷河先再進行參選，好過浪費社會納稅人公帑，再重新普選。因為第二最重要就係嗰個選舉誠信問題咯。你辭職又再選，人哋覺得你跳緊草裙舞，有冇所謂嘅政治立場可言？多謝各位。